安平开台天后宫今年适逢适当一科的安平迎妈祖上香山祭典活动，基安社景伫咧10日圆满结束，活动吸引5000外人做伙参与。不过因为疫情的扰乱，原本定伫咧23日举办的200度平安宴，有见近来疫情升温，管委会决议将取消平安宴。今年的一个平安宴要有200多桌，邀请了我们安平各公庙的一个有功人员，还有我们全国的一些那个高背景都会来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了。虽然平安宴取消，不过祝寿活动则是照常举办。祝寿的话，我们还是照常，因为祝寿可以管控人员，而且祝寿的话可以拜托妈祖把这个疫情早日消除。庙方表示，今年虽然无法度举办平安宴，但为了弘扬妈祖恩泽，庙方伫咧祝寿期间办理爱心白米等物资捐赠的活动，目前已经累积将近100份半熟度的预定。23日将伫咧庙埕进行祝寿仪式，并会安排歌戏演出等，最后会将这物资全数捐予绿色等社福单位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